甲镜头锁等来台湾，来看台南市科技执法，为12月初1开始，搁增加17个所在来执法，结果短4天开出的罚单7199张，其中有不少的违规拢是这驾驶要直驶煞共占用等外的专用道，这都互开单咯。民众讲，就爱事先多多来宣导啦，无吼这罚单安尼开，袂输咧甲老百姓抢钱共款。 汽车来到路口打油门，就想要过，完全甲顶悬禁止正月的标志当作参考。搁有这行人行伫斑马线，汽车一台接一台，完全无要小让的意思。这违规拢互科技执法落来，驾驶的红罚钱。一天举发了200件。哦，还好我刚有2段式。听到路口有科技执法，无太热、无让行人，拢总会互起罚。技术讲好加载有遵守法规，但市对12月初1开始增加17个科技执法，这4天就掠到7299件违规，其中无照标线驶占上济。北区中华北路和关海桥路口都掠到409件占上济。 明明是我正边的车道，直行的机车直接冲过，抢行嘛会红罚钱。 抢钱啊！先早期也有了，这个科技执法标志是不是在往前挪，让民众更能辨识啊？那违规摊要是以不依标志标线行驶，以及未礼让行人这2项为最多。 车辆无让行人，上济当罚驾驶人3600块；若是占用专用道，上济当罚1800块。强调执法是望减少发生事故的几率，好驾驶人啊守法，确保用路人的安全。